越秀公園嘅花燈呢，我哋係留喺晚黑睇。呢集廣州一日遊，我先介紹下日頭嘅行程。首先呢，我哋嚟到廣州現存最長、超過1600年歷史嘅道教建築三元宮。三元宮嘅女祖廟可以求籤，響感情迷惘中失意嘅紅男綠女，可以通過擲聖杯、抽籤響呢度問詢自己嘅姻緣。當年秋香姐咪就係咁俾唐伯虎睇啱咗咯。呢度仲設有月老殿，供奉主管婚姻嘅月下老人。大家可以響呢度求取代表姻緣嘅紅線，或者供奉姻緣和合牌。三元宮嘅前身係東晉時期嘅女針閣學家女道長鮑姑修道行醫嘅居所。佢同先生葛洪一齊修道懸壺濟世，成為流傳千古嘅愛情佳話。所以三元宮響民間同埋網絡上呢，都被廣泛認為係一座非常旺女性嘅道觀。好多女性因此慕名而嚟，認為喺呢度求姻緣同埋斬爛桃花呢，都特別靈驗㗎噃。另外，三元宮仲會唔定期咁舉辦啲姻緣同埋和合法會，道教加持求姻緣嘅儀式感滿滿。總之一句話講晒，唔怕你脫唔到單，就怕你唔嚟。未有羊城，先有江孝。江孝寺距今呢已經有1600幾年嘅歷史，係嶺南地區規模最大、歷史最悠久嘅古剎。有度係送子觀音，所以寺裏邊嘅觀音殿係呢座寺廟香火最旺盛嘅核心地。咁問題嚟啦，其他地方都有觀音殿，咁點解呢座寺廟嘅香火特別旺盛呢？因為呢度係六祖慧能正式剃髮成為僧人，並且留下諸多經典嘅地方。當年五祖響湖北東山寺要傳衣缽，弟子中威望最高嘅神秀提下，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台，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而慧能回應道：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短短20個字高下立見，但亦帶嚟咗殺身之禍。師傅將衣缽傳俾慧能後，連夜就送佢上船逃返廣東。慧能呢一匿就係10幾年，最後先嚟到江孝寺落腳。而令佢出名嘅係呢度發生咗一段極為著名嘅禪宗經典《風幡之變》。某一日，主持印宗法師正在同大家講經，突然間一陣風吹過嚟，寺院懸掛嘅旗幡隨風飄動。法師問門下係風動抑或幡動，一個和尚話呢係風在動，另一個和尚反駁話唔啱，呢個係幡在動。慧能走上去話咗句震驚四座嘅話：唔係風動，唔係幡動，仁者心動。鹿茸寺因為有2位頂級文豪墨客嘅加持而聞名於天下，所以佢山門嘅對聯係咁寫嘅：一塔有碑劉博士，鹿茸無樹記東坡。東坡唔使我多講，大家都好熟噶啦，就係蘇東坡。當年蘇軾被貶嶺南後獲赦不歸，途經呢座寺廟，佢見寺內綠珠古榕參天，蒼翠挺拔，所以欣然揮毫寫低咗鹿茸2字。後嚟呢2個字被刻喺石碑上，所以寺廟呢亦都因此而出咗名。咁對聯裏邊嘅博士又係指邊位呢？係王勃。好多人都唔知道，寫下滕王罪國嘅王勃曾喺呢度留低咗一篇3000幾字嘅碑記。前有文學泰斗嘅推手，加上有形似堪輿學說裏邊代表文昌塔嘅花塔坐鎮，鹿茸寺周邊重點學府林立，所以嚟呢度呢，最好就幫小朋友求學業，或者幫自己求婚個錦繡前程。好多人呢都以為陳家祠只係一座姓陳嘅宗祠，其實佢仲有另外一個名，叫做陳氏書院。佢響1888年開始籌建，由當時廣東72個縣嘅陳姓族人共同出資，唔單止用嚟祭祖，亦都等各地嚟廣州參加科舉辦事嘅陳氏子弟有一個讀書同埋落腳嘅地方。陳家祠真正聞名嘅係佢嘅建築，走入去你會發現，幾乎從屋脊、牆壁到門窗都佈滿咗精細嘅裝飾，木雕、石雕、磚雕，再加上陶塑、灰塑、彩繪同埋銅鐵鑄，被稱為3雕2塑1彩1鑄，號稱嶺南建築7絕。呢啲直接長響建築裏邊嘅人物、花鳥、神話故事嘅裝飾，響上世紀20年代呢，
就已經俾國外嘅建築藝術著作譽為嶺南建築藝術嘅明珠。好多人話撐星爺一張電影飛，真計起上嚟，呢個我自細爬牆入嚟玩到大嘅公園，都唔知欠咗佢幾多張咯。流花湖公園風景秀麗，唯一嘅缺點呢就係冇乜草，可能當年俾我同漂亮媽媽曬月光嗰陣時呢，都掹得差唔多啦。流花湖南門一出嚟呢，冇幾遠就係廣州美食嘅一條街西華路啦。呢間聲名在外嘅珍珍小食店呢，出品嘅速度有待提高。你睇下波兒小姐都餓到眼光光咯。至於好唔好食呢，我就唔多講啦，大家眼睛收貨啦。珍珍對面嘅財福麵家呢，我係比較推薦嘅，麵有韌性，雲吞麵湯呢都比較正宗。荔灣花街同越秀花街唔同嘅地方係，越秀區嘅花街呢就淨係睇人頭嘅啫，而荔灣區嘅花街呢就真係可以睇日花嘅。菊花怎麼賣啊？60蚊。啊，真係好靚啊！靚啊靚啦呢朵菊花，但我始終都唔及你靚。點賣啊呢啲？啊，好靚啊啲玫瑰。玫瑰點賣啊10蚊一支。素靚啊！陳皮風啊，不如淋淋到口水都流埋啊！頭先衝埋去。我啱先買一個小小啊。哇！呢隻靚啊，呢隻勁啊！咩嚟㗎？我檸檬係嘛？唔係木瓜嚟㗎。下集我哋逛下廣州嘅東邊新市中心天河區，逛下廣州藝術博物院，登小蠻腰睇下風景，行下上海街，再去廣州動物園同大熊貓打個招呼，平平地化翻個靚妝去飲。下集見啦！Let's go catching! Let's go cheating! Let's go! Have you got on flash or night mode? I've got it on like dark mode. It's good. I didn't crash into the wall! Yay! 好多雪糕送唔出啊，攞唔到啦！雪糕唔使錢。